华视新闻用客观的角度报新闻，得到社会好评。那么特别到世新大学参加校园竞赛博览会，由主播房野涵校长，甲有兴趣做新闻工作的大学生当面来互动，要来招募热情的少年朋友加入华视新闻这个大家庭。相关的经历啊，学经历填进去，这样这个写联络方式。校长的大学生坐落天理入表，华视主播房野涵伫竞赛博览会现场甲同学互动，不少人拢我来甲主播翕相，嘛透露想要做新闻工作的心愿。其实对新闻传播这边工作其实蛮有兴趣，希望投入传播这一行，本身就学这科系。传播领域知名世新大学举办校园竞赛博览会，现场有真侪电视台甲传播领域的公司拢来到现场摆档，要争取优秀人才。我们希望他能够对新闻有热情，甚至对改变这个社会有热情。那还要认同华视新闻的价值。华视新闻的价值就是我们发挥我们的专业，然后我们用最客观的方式来报道所有的社会议题。华视新闻部嘛表示，希望对新闻行业有兴趣，或者是想要改变世界的大学生，拢会当投入新闻领域，找到家己的舞台。